馬來西亞歌手黃明志因為涉及台灣網紅謝佑森嘅命案，佢嘅演藝工作全面停擺。今個月17號，佢喺 Facebook 發文求助，話原本排到出年年底嘅工作全部取消，公開徵求工作機會，話願意做幕後工作，甚至打工，仲列出咗炸雞扒、炒飯、煮咖喱、裝鐵窗等技能，仲話只要有收入就好。黃明志坦言，案件要等幾個月先有結果，工作空窗期可能長達1年，而且佢創作嘅農曆馬年新年歌已經準備好，但因為呢件事搞到贊助商臨時退出。佢向潛在贊助商表示，保證新歌冇不良內容，仲提出 MV 點擊率低過1000萬就退一半錢嘅承諾。如果喺農曆新年前佢有事嘅話，就全數退錢。佢嘅 post 引發網民熱議，有人鼓勵佢提供工作建議，亦都有網友對案件表達質疑。仲有網友留言話：你可以環遊世界3圈，仲要炸雞扒煮咖喱咩？不如先享受下人生啦！